唱过以后，就再也不想来参加活动。和大凯支持者交流，讲到笑嗨嗨。民众党准立委黄国昌最近不用次伫咧新北举办真侪场的见面会，洪解说做事替2026伫咧做准备。我当然不排除下去选。柯主席到时候希望我下去站，看他觉得我去哪里站最适合，那我就下去站。就义无反顾，我不是那种出一只嘴巴的人。强调家己讲一到做一到，昨暝黄国昌伫咧网络开直播，不过网友建议应该先做完4年的立委，再来考虑地方选举。嘛认为黄国昌伫咧地方选举绝对无法度当选。做2年，就新陈代谢，这个是当初跟柯文哲主席就讲好的事情，说到做到，说到做到，你放心，我过了2年。绝对不会赖着不吃。不过2024总统大选，民众党主席郭文铁就算靠空前的好表现，得到369万票支持，同款6月着拿到卡坡。毛黄国昌认为，2026年地方选举要拼正爆色议员，嘛是有可能。郭文铁在4年后，佫一摆挑战总统大会，嘛要深耕地方发展基层组织。2026年，我也跟柯文哲主席直接建议，我们6都、新竹、县市。嘉义市等等地方，台湾民众党都要派人下去选县市长。正是因为没有组织，所以要认真开始做。2024头一摆投入总统选战，民众党深刻体检组织欠缺结果，为了弥补这个亏，已经开始典当米钱提早布局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